乡亲继续来看台北国际车用电子展，伫南港展览馆登场。其中台湾第一台技术全部拢是台湾制造的自驾车，特别引人注目。江研院嘛来展出着智慧路测的系统，若有人违规冲过大路，会提早发出着警告。这套已经伫咧6都咧试办了，也阁有厂商开发的软体，驾驶若有吓耳、讲手机啊。 开车无专心，嘛会马上来警告。车顶有装监测设备，这是第一代技术全部 MIT 台湾制造自驾车，若是要家己开，也阁要主动去定点载人。我们今天就展出了很多相关的技术啊，除了自驾化，还有智慧化，还有联网化。我们在推动整个自驾车的运行当中，包括自主的技术，包括旗舰队的组成啊，包括法规环境的这个完备度，那目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政府积极推动自驾车上路，经济部技术处嘛协助成立台湾车辆移动研发联盟，伫展场展出23项车辆领域的研究成果。江研院嘛展出智慧驾驶研发结晶，亲像是智慧路测系统已经伫6都试办。另外嘛有民间厂商针对驾驶行为开发辨识软体。 这样去针对你的鼻头这边定位定好位置之后，它会去侦测你的脸部，然后去判断说你是不是在疲劳。是毋是专心开车，一秒就知影。透过科技监测，希望把交通事故发生几率降到上低。